香港依家就有17日公眾假期啦，咁啊勞工假咧就有15日，截至依家嚟講。不過相信對於打工仔嚟講，假期梗係越多越好㗎啦。嗱，我都唔知點解咧，勞工假由12日增加至17日，係需要咁多年時間咧，由2022年去到2030年，每2年增加1日。不過呢個都唔係最重要啦，時間問題嘅啫。不過我今次想探討嘅就係，如果再俾你新增1日公眾假期，你會揀乜嘢假期呢？即係呢個我都好記得呢，即係以前小學啲功課最中意問㗎啦。我唔記得係中文科定常識科，都唔係重點啦。就問啦，如果俾你新增一個節日，你會新增邊一日呢？當時最多人答嘅答案咪就係玩具節咯、遊戲節咯呢啲嘢。但係當我依家做咗車長之後，俾我再揀多次，你哋估下我會揀啲咩節日？我俾你幾秒鐘。我開估咯，其實都唔使估啦，我標題上面已經有啦，哈哈哈。就講緊啊，呢個道路工程日啊，咩嚟嘅呢？近排新聞你哋應該都聽講過，邊度有爆水管，然之後邊度一落完大雨呢，就成條路都係窿嚟嘅。近排啱晒啦，即係7月差唔多日日都落雨咁滯嘅話呢，一落雨咧全部都係窿，然之後呢啲窿整完之後呢，過唔到幾耐咧又落雨，有啲窿又出翻晒嚟啦。基本上香港依家道路工程嘅情況就係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。如果有揸開車或者搭開車，應該都知道點解？香港啲路好似成日都一忽深色一忽淺色咁樣嘅。你知唔知點解啊？因為有一忽呢就係淺色嘅，就用咗好耐噶啦，一路都冇事冇幹嘅。然之後另外一忽呢，冇幾耐之前呢先至重鋪過嘅。呢個咪導致即係一忽淺一忽深咯。亦都係我頭先所講嘅頭痛醫頭，腳痛醫腳。點解會搞成咁呢？係咪香港冇錢整路呢？唔係，大家都知啦，香港啲道路交通呢係全球數一數二咁繁忙嘅。我哋就數一數有邊啲時間係真係適合整路嘅呢？如果你話日頭由朝到晚，成條馬路滿馬路都係車嚟嘅，咁繁忙時間更加唔使講啦。咁你話啦，夜晚大家瞓晒覺，條路冇車嘅，咁咪最適合整路咯。但係夜晚整都唔係完全冇問題嘅喎。香港絕大部分嘅市區街道咧都係非常之貼近民居嘅。如果一整路起嚟咧，就要用到大量嘅鑽挖機啊、推土機啊，呢啲就會產生大量嘅噪音。試諗下，如果你收工返到屋企，我當你可能黃金時段8、9點煲一陣劇啦，然之後去到咁上下10點11點你準備瞓覺，然之後準備第二日可能又要7點幾出門口返工啦。結果好死唔死，你煲緊劇又好，你想早啲瞓覺又好，地面條路呢，就嗰啲咩鑽挖機啊、推土機啊，咁啊字咁樣嘈喧巴閉嘅。我就問你點瞓先？有啲咪又會話嘈咪嘈咯，我有耳塞噶嘛。但係我先唔計呢個嘅噪音嘅問題啦。除此之外，仲有啲整路呢，要用啲比較強力嘅鑽挖機，佢一轉起嚟呢，成個地呢震晒咁滯嘅。你咁搞法呢，其實同地震係冇兩樣嘅。你唔俾人嘈醒，都俾人震醒啦，係咪啊？所以冇講咁複雜啦。夜晚，尤其是係半夜呢，根本唔係一個適合整路嘅時候。好啦，最關鍵嘅問題就嚟啦。日頭又唔整得，夜晚又唔整得，咁仲有幾時整得啊？比較好少少嘅可能就係星期日咯。嗱，星期日相對1至5呢，條路係真係少車啲嘅，起碼大家真係冇返工返學嗰啲嘅。大家嘅出行時間唔會咁集中啊嘛。例如話，之前東鐵加裝幕門都專登揀星期日去加裝啦，最後都使咗好多個星期日，拉長晒啲時間先至將所有嘅站裝晒所有嘅幕門嘅啫。雖然你都見到啦，單靠星期日呢做到嘅工程或者做到嘅檢查，其實都相當有限嘅。如果係道路工程就更加唔使講嘅。你諗下啦，喺開工之前呢，啲工人呢要先鑽挖條馬路。呢度都要使可能1個幾2個鐘嘅，去到臨收工呢，又要鋪翻平條馬路先至可以通翻車嘅。咁樣一刮一補，通常都3個鐘嘅啦，保守估計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做到嘅嘢真係相當有限。當然更加多嘅係喺啲冇咁繁忙嘅道路，即係長期用啲水馬係封住條路嘅，但係呢，就係得少部分時間係有人開工嘅啫。呢個就導致呢，有時明明係整啲水渠啊、水管嗰啲嘅，結果一封路就要封好幾年嘅，仲要唔知佢嘅竣工日期會唔會 delay 添㗎喎。好多街坊都問㗎，
喂，呢度幾時整好啫？喂，大佬啊，人哋大陸啊起條地鐵啊幾十公里嘅，都係3-4年搞掂嘅，有乜理由我哋香港就咁幾百米整條水渠啫，或者水管嘅啫，都要搞成3-4年啊？不如我哋參考下人哋城市係點樣整路啦。佢哋呢真係長痛不如短痛嘅，一整就整晒成條大路或者係成個小區咁滯嘅。然之後以呢啲水管水渠為例啦，可能1日或者2日之內整好嘅。如果嗰1-2日真係嗰啲市民呢係返唔到工、返唔到學嘅，當局呢真係會派證明俾佢哋。今日整路我焗住返唔到工，所以呢就可以 claim 返嗰日嘅人工咁樣都得嘅。再唔得嘅咪在家工作上網課，最近最興嘅啦。我哋睇返香港嗰啲咁嘅爆水管，屯門爆水管、尖沙咀爆水管、荃灣爆水管、跑馬地爆水管、筲箕灣係爆水管、上水又爆，基本上全香港好似冇一區係唔爆水管咁滯嘅。點解啊？根本全年365日都冇一個時間同機會去檢查同維修啲水管咯。再加上香港都好多舊區，嗰啲舊區嗰啲水管咩電線又好，已經係好多年前、幾十年前鋪設㗎啦，老化啊嘛。就算爆完之後又點啊？咪就係維修同檢查爆嗰一段咯，其他咪又係隻眼開隻眼閉。再嚟啦，香港啲路呢，唔知點解係鬼咁震嘅。最出名係龍翔道，唔使多講啦，震到阿媽都唔認得。仲有啲啊，喂，3號幹線往元朗方向嗰個差唔多去到8號幹線昂船洲大橋嗰個出口，一落雨成地都係窿咁滯嘅，特別係個慢線啊，次次都係嘅，重鋪完又出窿，重鋪完又出窿，完全冇試過從根本上去檢查條路有咩問題。如果你想真係對比呢，港珠澳大橋內地嗰段同香港嗰段，你行完香港嗰段之後冇乜嘢啊，但係你再行內地嗰段，哇！內地嗰啲路鋪得咁靚嘅，保養得咁好嘅，呢個咪最明顯嘅落差喎，8年啫喎，同一條橋喎，我哋之間嘅維修保養可以造成天地之差。如果你成日北上嘅，應該都見過，尤其係深圳啲路啊，人哋啲路都係好繁忙嘅，好多車行㗎。你又話，哇，點解人哋啲維修保養做得咁好嘅？一去完深圳翻返嚟香港，行返香港啲路，甚至會懷疑人生，哇！我係咪去咗啲咩落後國家啊？唔怪得知香港啲路成日都俾人話做避震殺手啦。好啦，為咗從根本上解決問題，香港係人多擠迫，條路咁多車，點算好呢？咪就係我一開頭所講道路工程日。好啦，咁具體嚟講，佢點運作嘅呢？就喺全年之內揾其中1日，大家唔使返學，唔使返工，公眾假期嚟嘅。你講錯咗，應該要勞工假先至夠啊！以至到呢各部門呢可以專心去維修現有維修緊嘅道路，同埋檢查未維修緊嘅道路係咪有啲咩潛在嘅問題。基本上而家 AI 啦、科技啦，係有條件可以快速去檢查全港嘅路面有冇啲咩潛在嘅問題。尤其係嗰啲咩泥土有冇鬆軟啊，咩電線水管有冇老化啊嗰啲嘢。我哋可能會話啦，全港咁多路，一日點會檢查得晒啊，維修得晒啊？嗱，我都知道呢，一日之內去做晒所有嘅檢查同埋維修呢，係冇可能嘅事嚟㗎啦。不過幫補下都好啊，原本可整3-4年嘅路，你可以縮短成整1-2年都好啊。而且呢個道路工程日呢，最好係安排喺冬天嘅某一個星期一。點解呢？第一，佢係黐住琴日係星期日嚟㗎嘛，可以有連續2日時間。當然，如果係可以連續埋星期六就更加好啦。總之有連續2至3日嘅時間做到嘅工程同埋檢查係更加多嘅。第二，冬天嘅天氣都比較穩定，唔會因為嗰啲咩暑熱警告開唔到工啊，或者落大雨開唔到工咁樣嘅。基本上啲道路工程嘅質素可以更加穩定，所以呢都預咗先㗎啦。如果係道路工程日嘅話呢，全香港大部分嘅路呢都會封晒路嘅，街上面大部分嘅鋪頭都唔會開嘅。當然更加重要，大家都唔使返工返學啦。最緊要真係1年1次，長痛不如短痛。我希望當局真係至少探討下呢個方案都好啊。如果唔係嘅話，香港啲路越行越爛。今次係爆水管，下次搞出一啲咩路陷啊，甚至搞出人命就唔好啦。